位於東區總計一家台南副都心開發區的新都安居 A 社會主體，是由着中央國家主導中心來興建，規劃地下2層、地上14層的3棟建築群，總共621戶，是台南首座中央興辦完工的社會主體。這2天開放民眾來看厝。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新都安居，我們做了605戶的招租之外，那115年我們也還會有新市跟那個開南2個社宅，那這2個社宅加起來的總戶數也會有將近1000戶，所以目前在台南市中央推動的社會住宅的存量跟招租的戶數，應該是在其他縣市來說，我們是提供的供給戶數最多的。因為每個人的需求跟他喜好的房型不同，那有的人會以樓層的高度由上往下選，那也有的是優先考慮坐向，可能他希望朝北或朝南的方位。那原則上，各房型的那個各樓層都有他喜好的族群。新都安居 A 社會主體因為靠近巴克利公園，附近還有文化中心、病院、甲啲學校等生活機能方便，而且社區還有保留社會福利空間、店鋪，甲啲大面積廣場空間，營造友善的婚育宅的環境。那我們會提供像是老人服務的據點，或者是類似像這種跟 NPO 合作的一些服務空間，去增加周邊社區的一些社福資源取得的可及性。那另外社區原本就有規劃留設了18間店鋪，那目前也由本中心這邊在積極招商，那後續會以增加一些民生需求的業種為主。其實婚育戶的申請量是有超過我們的預計的戶數，那只是說因為我們還是有保留在婚育戶裡面有一般戶跟弱勢戶的比例，所以弱勢戶的婚育身份申請的人數有比較少一點，但後面我們也會再把這個戶數就是回流到其他的弱勢戶去做增補，所以總爭取的戶數還是會滿足605戶的這個台南市民的需求為主。其實是在想，如果以後台積之後沙崙有現場的話，那這邊距離沙崙的通勤會比較近，所以當初才會選擇來抽這邊的社會住宅。坪數也 OK， 那周遭環境其實應該也是等日後的附近周圍發展，因為聽說未來也會有那個第2間的好市多，對。對這件事情本來就蠻感興趣的，我們自己也需要有私人空間。小孩子長大之後，如果在這種房間其實比較大，他們如果可以多去走動啊，下面也有其他公設，我覺得對小孩子成長的幫助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我煮飯什麼都很方便，他們也都看得到我。就是我去哪裡的話，小寶寶他們都看得到，他們比較不會擔心，比較不會害怕。在頭一批住戶看厝選厝，因為到場的民眾實在踴躍。現場進駐的物業甲保全公司嘛已經準備充分，引導民眾準備3月份要來迎接住戶的進駐。這邊出入的部分的話，我們大概就是走向跟一般的豪宅一樣，我們進出的話都是有門禁管制的，我們必須要刷卡，你才能夠進來。那在系統的部分的話，其實我們都有那個住都中心，它這邊也有配置那個一些巡邏點的部分，然後還有一些監控的系統。那監控系統的部分的話，當然就是我們的監控室這邊的話，就是有人員，他們會24小時的下去做監控的動作。除了物業管理公司的進駐，另外中嘉寬頻、三觀農有線電視嘛提前掌握台南市民對着穩定的網絡，甲着有線電視服務的實際需求。佇個社會主體興建時，就公布來規劃，佇園區的周邊設立服務的窗口，提供住戶及時的資訊，甲着後續的服務，互社會主體的住戶毋定住得安心。佇個網絡甲着有線電視的使用上，嘛用個同款的放心。台南新聞林英根、何超邦採訪報道。